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便啊过年时到礼拜，咱就会想到一条如良华老师作词作曲主唱这条《人西》。人灵人西内底景，伫台语歌内底表达甲明拄明。来，咱来体会伊内底歌词艺术的所在。你兄我弟烧酒来，烧酒来人西。大锣大鼓闹猜猜，若是人着西头，骹步爱徛互在；人着西尾摇摇摆摆。过来后壁歌词我阁有万请诗咧，即几句咱来探讨一下。见面讲你兄我弟烧酒来，咱知啦。你兄我弟若咧批评人咧，讲互我你拢交杯迄个王兄柳弟，毋过遮是表示讲咱知己的，因为人西西头西尾动作，个人无共，爱配合。即个配合就是人西的功夫艺术的所在。毋则讲，若是人着西头，骹步爱徛互在；人着西尾摇摇摆摆啦。你甲想讲即个景，真正袂输敢若铺在咱的目睭前共款。毋则讲，这就是台语歌一项特色。你讲闹热的，亲像人西即个歌，用景互你看。你讲艰苦心酸的，洪一峰老师咧唱悲情的城市，敢毋是心稀微在路边，路灯光青青。迄个路灯原来写落去歌词内底。你讲陈达如老师咧写迄条青春悲喜曲，讲公园路月暗暝，东边只有几粒星。看到阮目屎滴，唔敢出声，独看天。敢毋是袂输敢若电影内底一幕一幕翕互你看。毋则讲，若是人着西头，哦，骹步爱徛互在，啊有影哩，人着西尾就爱摇摇摆摆，特色无共。过来，刷落去歌词安怎样唱？伊讲人西功夫实在真厉害，人西的精神是逍遥甲自在。三金箔啊，看闹热，欢喜甲笑嗨嗨。三只公啊，举着拐仔头，看甲嘴啊，你搁利塞塞，掌声、炮声、鼓声闹猜猜，大家烧钱要来看人西，敢若人西这两字啦，歌词会当发挥到这个程度啦。啊，有影哩，伊虽然歌词真白，毋过讲出人西的特色甲精神，无怪讲这条歌会迄度。人西的精神确实是逍遥甲自在。即马吼，讲骹步徛在讲完啊，讲逍遥甲自在讲完啊，换镜头刷落来看人西遮的人啦。对三金箔啊欢喜甲笑嗨嗨，讲三只公举着拐仔头，嘛是看甲嘴啊利塞塞。你甲看是毋是敢若亲像电影共款？毋则国情谈遮要插一句话，这真人实事哦。我咧教我家己的幼囡仔。今年才4岁尔，我特别介意唱这条台湾歌。哦，伊安那对动作安尼摇，对动作安尼站来站去，人灵人西的歌，人伊就会记啊。我望讲这条歌吼，家家户户来教，因为咱毋若干那教囡仔唱歌，咱教囡仔学台湾话，当然做阿公阿嬷的，就会笑甲嘴啊利塞塞。你讲看有影无？